后来真侪人爱去日本游览佚佗，来注意日本这个扣税的新政策。讲大阪这个城市，除了扣现行的大名税之外，这个大名税之外，即摆佫拍算要来扣旅游税，讲是为着要因应着明年大阪要来举办着世界博览会。另外，其他就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意大利的威尼斯、甲印尼的巴厘岛，嘛拢伫今年开始来扣旅游税。专家讲，扣这个旅游税，除了会当避免伤侪旅客来之外，嘛会当来维持着当地生态未受到破坏。加扣的这个税，嘛会当回馈予旅客。来到日本大阪道顿区市场档口，伫咧欧门市场食在地大阪烧，体验特别的观赏风情。尤其2005年大阪世界博览会伫要上场，伊加上世界各地旅客来接送。不过大阪却伫咧最近要计划加收旅游税。宿泊税については相応の税率を設定するなど。現状に見合った制度となるよう在り方を検討す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大阪县主席大旅馆税分级，以每一个人逐暝搬回来制定，拢总分3级，上济收到63块新台票。虽然看起来无济，不过伊讲今年大旅馆税会当收到5.7亿个新台票。那旅游税确定退缩，就要加开一笔钱。那大阪其他亲像西班牙的华伦西亚、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印尼的巴厘岛，拢伫咧今年爱扣旅游税。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人头的旅游税，来保护自然的环境以及文化的遗产。越多的旅游人口来观光的话，代表说呢，它的现场会需要更多的一些资源来做，像是环境保护啊，或者是告示牌更多的旅游资源跟宣传。那呢，泰国四月卖调起机场税，包括六座机场入境税和国内线机场税，拢调有起价。疫情后，大家拢想要出国，各国想尽办法，希望当伫咧观光和城市的恢复之间，拢会当各位交魂。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